根据统计，目前国内移工有75万人，新住民的家庭嘛超过100万人。为着要保障因的权益，立法院初审通过专法草案，也就是《新住民基本法》和《新住民权益保障法》。明仔载就要调解协商啊，不过民间团体是批评讲专法的内容也有争议，应该要先开公听会，听民间的建议和心声。暂缓朝野协商，扩大公民参与。关注新住民专法草案的民间团体办1点开记者会，呼吁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暂停协商点开公听会。新住民专法包括新住民基本法和新住民权益保障法，拜二就要伫立法院进行调解协商。不过，民团指出，新住民基本法敢若保障白领界级别技术移民、投资移民等等，因要求法案嘛要保障像渔工、看护工等等，才会记载哪领移工。是在台湾有70万的移工。就是一直都在台湾工作的，对，那我们就说，他有纳入白领的，但没有考虑到蓝领的，这个就是那个保障权益上的歧视的问题，对。那所以我们就说，请他要再思考清楚。根据劳动部和内政部的统计，移工已经有75万多人，新住民家庭嘛超过100万人。民团指出，几年来无论是移工还是新住民，都有真大量的统一需求，但是目前各专业领域的统一人员培训和专业度拢无一致的标准。民团要求统一制度应该要立法，要防止移民群体或是我们说有移民背景的台湾人，他在台湾的持续的生活不会受到人权侵害。最大的一个关键就是不要让他们的一个语言适应的过程，语言成为他们的一个门槛，它是一切权益保障的基础。那为什么在讨论过内政委员会讨论过这么多次的一个过程中，它都被轻轻的提起，然后重重的放下？另外，民团嘛批评讲，新住民专法规个审议的过程，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拢毋捌开过公听会，无听过民间团体专家学者的建议。民间团体认为专法内底真侪内容拢也有争议，因呼吁立法院暂停协商，赶紧召开公听会。记者卢尚如、柯秉哲台北报道。